当我们来到教会当中，我想我们就再一次领受从神而来的祝福，从神爱的平安以及喜乐。愿上帝祝福我们今天早晨在这里的敬拜，我们所唱的，我们所祷告的，我们所看的，我们所听的，都成为我们生命当中更新的力量。愿上帝祝福我们每一个人。我们一起来唱这首的诗歌，这首诗歌叫做《赐我自由》，也在这首诗歌当中成为我们的祷告，成为我们的敬拜，预备我们的心，邀请这位上帝，邀请这位圣灵进到我们的内心当中，动工对我们说话，鼓励我们。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《赐我自由》。赐我自由的灵啊，求你来到我的里面，来到我的生活，赶走生活中的愁烦，驱走我心中的不安。你的灵啊，在哪里，哪里就有自由。世界虽有劳苦重担，求你领来赐我自由。自由的灵啊，求你来到我的里面，来到我的生活，感动我生活中的愁烦，驱走我心中的不安。你的灵啊，在哪里，哪里就有自由。世界虽有劳苦重担，求你领来赐我自由。你的灵啊，在哪里，哪里就有自由。世界虽有劳苦重担，求你领来赐我自由。这要求我们弟兄姐妹，我们先为了你自己的心的预备来祷告，求神再一次的让你的心、你的眼睛也转向在他的身上。让我们在今天早晨的敬拜，我们可以与他有一个真实相遇的机会，让我们的心再一次的敞开，让我们的心再一次的领受他从天而来的恩典。我们邀请我们每位弟兄姐妹，我们一起开口为自己早上你预备的心，有一颗渴慕热切的心来祷告。我们一起为我们自己来祷告。主，感谢你，让我们每个人都能够预备在你面前。主啊，请你差派你每天的圣灵降临在我们身上。主，我们大大的感谢你，使我们敬拜都能归向你，都能够使我们都看自己都能够与你相通，与你联系。主，我们真的大大的感谢你。主，你的大能降临在我们每个人的手中。我们为我们还没有来到我们当中的每位弟兄姐妹来祷告，或许他现在正在路上，或许他还没有出门，让我们一起为他祷告，求神祝福他来到教会当中来敬拜神的这段路，一切是平安的，有主的平安喜乐与他同在，也断开他来到教会当中一切拦阻，让他可以来到教会当中，跟我们一起敬拜赞美的神。我们为了还没有来到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，我们一起为他们祷告。主，是的，谢谢高显那些还没有来到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，主，请差派天使严群保护着他们，使他们能够平平安安的到这里，来到圣殿你的圣殿来敬拜你。主，我们真的很感谢你，邀请每个弟兄姐妹，无论是开车来或走路来，种种的都能够保护他们安全来到这里敬拜你。感谢你。求
求你领来使我自由，你的灵啊在哪里，哪里就有自由，世界虽有劳苦重担，求你领来使我自由。我们为早上所有的服事同工来祷告，不论是诗会了，不论是讲道了，不论是我们的敬拜团，或者是我们的诗班，为了招待的同工、音控的同工，为了在对面的主日学的每一位师生来祷告，我们也向线上祷告，求神将足够的力量在每位同工当中，让今早的敬拜真的是归荣耀给我们的神。我们一起开口为早上的服事同工来祷告。主，我们感谢你差派很多同工在我们当中，主，你使敬拜的能够敬拜到你面前，使会众能够一起来敬拜你，跪下你，主，你保守，无论是配唱、音控同工都，或者是今天真牧师讲到的一切顺利，主也保守主日学的同工们、师生们都能够一切顺利，也能够学习到今天所学习到的东西，是大大感谢你，奉耶稣基督圣名所求。你的灵啊在哪里，哪里就有自由，世界虽有劳苦重担，求你领来使我自由，你的灵啊在哪里，哪里就有自由，世界虽有劳苦重担，求你领来使我自由。这首要求我们的弟兄姐妹，为了你所知道需要的你的家人也好，你的朋友也好，或是教会当中弟兄姐妹来祷告。他或许现在正遇到一个困难，遇到一个挑战，或许是他的身心灵现在正处于软弱的时刻。这时候更是我们应该举起我们祷告的手，为他祝福，为他祷告的时刻。这时候邀请我们的弟兄姐妹，为每一个你所知道那个需要的弟兄姐妹，为他祷告，求神祝福他。我们一起开口来祷告。好，主啊，在你面前，谢谢这样的一个选择，双手在面前，直接是在应控的祷告的这一边，对是这样的，在我求神里面，在神面前，现在是我进入他们世界里面，所以在他们的心中，从这个我心中有神能够经过主在世上所以能够经中。我们一起为了最近发生在土耳其叙利亚的地震来祷告。当我们看见这样的事情，内心真的是非常的伤痛。但求神的怜悯，求神的医治，就再次临到那个国家，那个每一个百姓的身上。求神的恩典祝福在那个国家当中，让那个国家虽然现在好像陷在绝望里面，但让他们知道有一位神是他们可以依靠的。我们一起开口，为了在土耳其、在叙利亚所发生的地震，为了当地的国家，为每一个百姓，我们献上我们的祷告。主是今天医治土耳其跟叙利亚的人民们，主虽然现在死亡数攀升，甚至伤亡受伤的还是增多，但主请你医治那些受伤的人民都能得医治。然后主请你保守那些虽然家属都已经离开的，主你都能安慰他们的心灵，他们心里都同在。主是的，这场地震希望能够慢慢的平躺。主盼望所有的无论是叙利亚这是要求我们的弟兄姐妹，我们再一次从我们的座位上站立起来，我们从头再次唱这首诗歌，邀请圣灵再次进到我们的里面。自由的灵啊，求你，求上帝与我们同在，求那个自由的灵与我们同在。里面来到我的生活，我生活中的愁烦，驱走我心中的不安。你的灵啊，在哪里，哪里就有自由。世界虽
父神，我们在此来到你的面前。主啊，求你那个赐自由的圣灵再次也进到我们的里面。主啊，因为我们知道，当你的灵在哪里，哪里就有自由。主啊，帮助我们，当我们再次来到你的教会当中，再次更新我们的生命，使我们的生命，使我们的灵里再次得着自由，在的里面寻找重新得力的力量。主啊，帮助我们，或许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，在我们的生活中，我们看到有很多劳苦愁烦的事情，但主，我们知道，当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我们就再一次从你支取那属天的力量，而且是属天的智慧，帮助我们，让我们继续紧紧的跟随你，也帮助我们在今天早上的敬拜当中，在早上我们所献上的一切，真的都是归荣耀给你。我们这样祷告，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是的，主，你是赐我们自由的神，你是信实的神。我们在你的手里，我们有信心，而且你必要为我们再一次来动工。我们要给大家用这首诗歌来向神宣告，我们对神有信心。到了这些高墙。这些高墙，虽然尚未到达，但你不曾让我失望。主，我们等候改变来临，等候改变来临，征战将会胜利。因你不曾让我失望，坚定应许，你坚定应许，你心是多伟大，多伟大，我在你手里，这是我的信心。不曾让我失望。夜晚不会太久，你话语将要成就。夜晚不会太久，你话语将成就。我的心再次赞美你，耶稣你就足够，藏我在你爱中，我的心再次赞美你。我们宣告你坚定应许。坚定应许，你心是多伟大，多伟大。我在你手里，这是我的信心，不曾让我失望。你坚定应许，你心是多伟大，多。手里，这是我的信心，不曾让我失望。动工的时候，大山被挪开。我相信要开始看你的作为。当你动工，大山被挪开，而我相信，再次
信，再次看见你作为，无路之处，你要开道路，而我相信，再次看见你作为，当你动工，那山被挪开，而我相信，再次看见你作为，无路之处，你要开道路，而我相信，再次看见你作为。你坚定应许，你坚定应许，你心是多伟大，多伟大。我在你手里，这是我的信心，不曾让我失望。你坚定应许，你心是多伟大，多伟大。我在你手里，这是我的信心，不曾让我失望。哈利路亚！是的，我们要宣告你是有信心的神，我们都有信心，在你的面前，巨人都要来倒下，大山都要被挪移。一路上虽有荆棘，却看见你是真理。我们呼喊你的爱，迎接最终的胜利。当惧怕包围我心，像严厉的城墙。我要呼喊你的爱，就看见恐惧倒塌，用我一生爱的伤。巨人都要倒下，巨人就要倒下，大山要挪移，过去一切锁链都被你撕裂，越过恐惧谎言，我歌唱真理，在你没有不可能的事情。有时爱的草，侧路偷走你荣华，征战中仍有盼望，全都因为你的爱，是我一生的诗歌。巨人都要倒下，大山要挪移，过去一切锁链都被你撕裂，越过恐惧谎言，我的唱真理，在你没有不可能的。巨人都要倒下，大山要挪移，过去一切锁链都被你撕裂，越过恐惧谎言，我歌唱真理，在你没有不可能的事情。有更高更强的你，更伟大过你，耶稣胜过一切，展开锁链，永远掌权，主耶稣。
都被你撕裂，越过空虚谎言，我歌唱着你，在你没有不可能的，我要逃向，要逃离过去一切锁链，都被你撕裂，越过空虚谎言，我歌唱着你，在你没有不可能的。这些掌声都是给我们主。我们的神坐在宝座上，神殿充满荣耀，万民敬拜我们的神，我们尊崇你，圣洁荣耀尊贵能力都归于你。诸天述说天父的荣耀，穹苍传扬奇妙的作为，张开双手，万物的宝足，万口承认你是我们的神。神坐在宝座上，圣洁荣耀，万民敬拜我们的神，我们尊崇你，圣洁荣耀尊贵能力都归于你。说话，命令就立，你吹息，救的生命，万物齐唱，哈利路亚，神在，神在，神在。你说话，你说话。神殿充满荣耀，万民敬拜我们的神，我们尊崇你，圣洁荣耀尊贵能力都归于他，啦啦啦啦啦。
是的，我们的神，你是坐在宝座上的那位君王，配得一切的尊贵，配得一切荣耀，配得一切的赞美。主啊，我们将最